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Vicky， 而家嚟到葉翠軒嘅4座嘅工程師單位，實用面積係477呎嘅兩房，我哋想睇先。呢個單位有做過裝修，即買即住，廚房情景柱嘅設計，空間闊落，飯廳有對流窗，同客廳形成一個對流嘅效果。呢個單位屬於高層，光線非常之充足。而家嚟睡房睇下，呢一間做咗小朋友嘅睡房，擺放上下床，活動空間充足。主人房大約有103呎嘅面積，有足夠嘅空間做到3邊落床、到頂嘅大衣櫃、曲尺形嘅大窗戶，望出去景觀極之開揚，遠處仲可以望到山景。浴室係乾廁，做咗乾濕分離嘅淋浴間，乾淨企理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可以 WhatsApp 或者打電話俾我啦。我哋下年再見，拜拜。